早晨啊！早晨啊，各位，今日係2026年5月17號，就係 Hello Kitty 500喺新幹線 last run 嘅日子。我哋就好成功咁樣買到其中嘅7個座位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去新大阪站。我預計今日咧成個車站都係好 chaotic 嘅，所以要提早去車站睇下咩料先。Let's go！我想講好好笑呢個人。鑑於今日係送殯嘅日子，所以我哋而家係新幹線先頭車幫忙。エンジンロック内側から写真撮影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柵には触れない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4号車付近撮影のお客様、もう一歩お下がりください。3AB 啊，唔係 CD 3，唔知3CD 定3AB 啊。其實咧，由細個咧，即係啱啱有 YouTube 嗰個年代開始咧，我好想睇一次，或者坐一次退役嘅8分嗰個電巴士。我今日終於都做到啦。所以佢要考。同埋呢架車咧喺 Parallel 比賽入邊咧，呢班列車個主題咧係應該好長尾，所以我見再一次見到好開心。我想經歷一個匆忙嘅上晝，我哋就目送咗 Kitty 嘅 last run 啦。點啊？你覺得？大家都見到啦，其實我係真係喊咗出嚟，因為太開心啦，好感動。
我哋都係第一次坐到退役新幹線嘅最後一班列車，係咯。睇翻時間咧，就退咗役啦而家，咁我哋嘅旅程咧係會繼續嘅。所以都唔使太唔開心嘅。我哋仲有啲開心嘅車喺度等緊我哋嘅而家。係啦，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